大寒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係大寒假期旅遊行程推介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行程團路係 DH21727 翡翠台瘋狂下水禮拍攝地，惠州5星國際品牌皇冠假日酒店加豐富自助晚餐2日循環團。惠州冠和博物館係一個以收藏、展示、研究明清家具文物為主嘅綜合性私人博物館，由香港冠陶迷集團總裁蘇永友先生累積投資市值約2億元人民幣創辦，絕對值得到此一遊，領略明清時期嘅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嘅發展特點，欣賞明清文化璀璨嘅一頁。前往惠州哈斯塔特村睇一種風情兩座小鎮，嚟到五礦哈斯塔特，深深體味到原來嘅奧地利歐陸風情同埋中國傳統文化，嶺南文化交融碰撞嘅奇妙美景。前往海天堂，由專人帶領參觀鮮製龜苓膏製造過程，參觀龜同埋中醫藥博覽館，了解嶺南用藥文化、珍貴動植物藥材，以及嚟自世界各地稀有珍貴龜板等，包品嚐鮮製龜苓膏，每人1宗價。提前入住酒店，體驗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拍攝製作，與林曉峰、崔建邦同埋蔡思貝擔任主持嘅遊戲節目《瘋狂下水禮》拍攝地惠州皇冠假日酒店。可盡情遊玩泳池設施，將夏日熱辣辣嘅天氣嚟個濕身解放嘅大降溫。惠州皇冠假日酒店坐落於惠州東部經濟開發區，係由洲際酒店集團管理嘅豪華商務酒店，處處彰顯國際化商務酒店嘅頂級風範。酒店客房面積為500尺左右，超級有 Q 嘅落地窗，採光充足，可以欣賞美麗嘅風光。你仲可打開 iPod 插座，欣賞你最愛嘅歌曲，觀賞電視節目，或通過出色嘅淋浴系統舒活筋骨。柔軟舒適嘅大床俾你一個美好嘅睡眠。酒店嘅娛樂休閒設施都一應俱全，你可喺室內泳池中盡情暢遊，徹底放鬆身心。酒店擁有風格各異嘅餐廳同埋走廊，滿足你嘅不同需求。晚餐喺酒店豐富嘅自助晚餐，呢度每日新鮮供應海鮮盛宴、東瀛日料壽司、西式甜點、各類果汁飲品、四季水果應有盡有，應接不暇，令你享受色香味齊全嘅盛宴。正宗傳統石磨豆腐加央視點評10大名菜之一清水雞燕。石磨豆腐係客家傳統石磨研製而成，純手工製，清香可口，百食不厭，係夏秋季節首選嘅菜式之一。清水雞被央視點評10大名菜之一，養殖於農家果園，質感自然鮮美，百食不膩。食全港獨家推介椰子雞火鍋宴。瘋狂下水禮，我哋瘋狂報名，同大韓一齊出去瘋狂體驗。報名熱線62844992，快啲嚟啦！拜拜。